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繼續喺意大利米蘭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第58屆年會活動。佢喺亞開行年會嘅業務會議上發言，話喺當前單邊主義同埋保護主義嚴重干擾世界經濟同埋貿易秩序嘅背景之下，成員間需要加強合作，並且期待亞開行堅持佢嘅核心原則，持續支持有實際需要嘅項目，推動更加包容嘅區域發展。陳茂波強調，喺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將繼續保持自由港嘅地位，實施自由貿易政策，保持資金、貨物、人員同埋信息嘅自由流動，並且堅定支持以規則為本嘅多邊貿易體制。陳茂波亦都同意大利銀行行長會面，向佢介紹香港最新嘅經貿同埋金融發展情況。